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1月13日，呼召与勇气。3，我去，请差遣我。今天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4到6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以赛亚书6章8节。于是我听到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替我们传话呢？我回答说，我去，请差遣我。勇气或称为勇敢是什么呢？是面对痛苦、危险、不确定性或恐吓的选择和意愿。实质的勇气是在面对身体痛苦甚至死亡或死亡威胁时的勇敢，而道德勇气是在面对群众反对、羞耻、丑陋、丑闻、气馁或个人损失时正确行事的能力。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真的需要勇气的时候。从昨天的经文我们知道，尼希米他面对他职场上的亚达薛西王，在服侍在服务他的时候面带愁容，以致被他的长官皇帝关心。哇，这真是一件恐怖可怕的事情。而尼希米他有智慧的回答说，他会愁容实在是因为他的祖先的城遭到迫害可见他表达他是一个有使命感有感情的人。而我们看到他的上司听见了。很奇妙的是，竟然没有不理会，反而积极的。今天经文说，皇帝就问我，你有什么请求呢？哇，这个接下来怎么回答是要智慧的哦，因为人心隔肚皮，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这皇帝问的你有什么请求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是吗？因为唯有我们的主，我们的上主才知道人心所以尼希米他就说他向天上的上帝祷告。我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们即刻要面对的是地上这个皇帝，而我内心我属于天国这个身份的尼希米，他马上就求助这位天上的上帝祷告，然后他直接就回答皇上，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请让我回到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皇帝答应了我的请求那时皇后正坐在他旁边。皇上问我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他就准我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他的回答是很妙的，对不对？竟然他把他原来所想的一五一十的来告诉皇帝，而且他说的是很完整，他需要什么，可见他是有准备的，是吗？他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只有这个祷告神，主你马上给我答案。没有，亲爱的大家，我们看到他是有这个属地上的智慧，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所以等到这个机会以后，他也很好的态度有智慧，
是等于双向的沟通。他真知道这个皇帝他要怎么样的答案，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哇，这个真的需要有勇气跟要有智慧。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真的在这王面前一点都不漏气了他讲的譬如说他讲的这个信誓旦旦，可是他最后不是说叫别人去而是说皇上如果允许我去。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个呼召很难需要勇气的，我们愿不愿意说我去，而不是说哎呀那个人比较行啊，他去。我们是不是愿意亲身投入？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我们也才能是适合的。昨天我们有讲，要认清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神一定给他智慧的，不管他需要什么，他早就已经量好了，他就按照他所计划的，他就这样说，而且他非常有胆的说，若你许可，请你容我去。我非常佩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社会上，或者是在教会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因为我们可能面对不确定，会面对恐吓，可能有死亡的威胁，我们是需要勇敢勇气，甚至我们会面对群众的反对、羞辱、丑闻、气馁，甚至我们个人会损失，但我们愿意做正确的事吗？我们愿意说我去，主啊，请差遣我。就像以赛亚，他讲这句话的后面，他所可要背负的是，我们上主跟他讲，你去说当先知，你说人家不想听的，你可是会被骂，甚至你会有生命危险。你愿意吗？我去，请差遣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 guts？ 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就是有这种勇气，而皇帝其实我们的神也因着这样，皇帝其实他会感动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就做我们该说该做的，即便在这2章6节皇上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那时候还注明了皇后正坐在他旁边呢。按照历史学家说，这皇后可是很厉害的，但很厉害都抵不过我们的主，都要匍匐在我们的主，我们上主的权柄下的。然后事情就这样子了。皇上还问说，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准了。哇，这皇上也很妙，这个根本九正跟要去重建这个城墙，可是隔行如隔这个如隔山一样哈。但我们看到尼西米他都想好了，他认识他自己，也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一位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认清呼召，然后起来回应。对你而言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要向天上的上帝祷告，给我第一个的勇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知道面对许多的威胁
困难，甚至我们不会的。就像尼西米，他只是一个酒政，但他要面对工程，等于他换了一个职业，但他知道来向你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学习到，主，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凭借着主你给我们的勇气跟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实现预备，就是透过祷告。当我们在那个势头这个事情到的时候，我们是依靠着你，我们有勇敢跟勇气，因为你是我们勇气跟力气的来源。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被主差遣去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到这世上，我们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活出基督的勇气跟力气，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明天见。